我们请刘牧师为我们传讲今天的信息：耶稣受难已死。弟兄姊妹平安，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主，我们谢谢你的慈爱与恩典，诚如诗班所献的诗歌的里面，我们深深的体会，你为了世人的罪孽，要拯救世人，你不顾自己的性命，愿意甘愿的受苦，甚至走这苦难之路，为了拯救我们。主啊，谢谢你牺牲的爱，也帮助我们，让我们深深体会你的受苦而死，都是成就了我们今天有永恒的盼望。主啊，在这人生的旅途中，我们知道在世上的路上，我们只不过是居居客里，帮助我们在这个我们的年岁的中，我们深深体会到主你为我们的托付，我们恭敬将这个最后的受难周仰望在你的面前，愿主不断的这些圣灵光照我们，使我们一生一世定睛仰望跟随你到底。这样祷告不配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是耶稣基督受难四旬节的最后的一周，到礼拜五的时候呢，我们纪念耶稣基督最后的晚餐之后呢，他要完全他的整个救恩，拯救世人的整个教会的历史的年历里面的纪念。一般礼拜四，耶稣在礼拜四的时候呢，为他的门徒洗脚；礼拜五行了这个最后的晚餐，然后礼拜六很安静，到礼拜天就呈现了整个耶稣所预备为我们的预备的救恩。所以今天在整个经课的里面，整章的里面谈到耶稣受审判，耶稣受审判，耶稣受许多的苦难，然后他钉在十字架上，然后受死。那今天我用一段的经文的里面，从26到43节，要跟大家一同来思考，来思考耶稣基督的受难与耶稣基督的死。首先大家知道这位非常著名的，在世界大战的时候呢的一位牧师，一位非常坚持真理的仆人潘霍华牧师。我从学生的时代非常喜欢阅读他的自传，喜欢了解他的神学，因为呢，我是觉得他不是一般的牧者，因为在那时候世界大战的时候，有很多很多的人因为受到许多的破坏，他们之后呢放弃他们的信仰，但是潘霍华牧师呢一直坚持到最后。那大家看左边的那张图画啊，那张图呢是这个弗罗的这个申堡，就是在集中营的里面最后的地方，潘霍华牧师要被处死的地方啊。那潘霍华的一生的里面，他面对有许多的苦难，但是他仍相信在世界所能承担的苦难只不过是暂时的，所以他要被处死的之前呢，他就写了一封信给大主教，他说虽然这个死是一个终极，但是呢，对他而言却是一个生命的开始。确实，就像我们刚才听的诗班的诗歌里面所唱的，耶稣已经完成了这个救恩，我们在世上所承担的一切的苦难，而且人最害怕的死亡的里面，且我们在基督的里面，而不是死，乃是呢，我们已经跨了这个门槛到永恒的里面。所以难怪潘霍华牧师他说呢，对很多人呢，死亡是一个终极，但是对他而言，只是呢一个生命的开始。我想，身为每一个人领受上帝的救恩的人，都深深的体会到这个奇妙的恩典，奇妙的恩典。死这个字呢，对每一个人都会非常的恐惧跟害怕，但是人又不能逃避这个事实。当他被处死前几个小时的时候呢，特别陪伴他的牧师呢，
他就形容潘火华牧师，他要面对那个死刑的时候，他就跪下来，把他的双手展开在神的面前，他就将他的生命交托，从他的脸所呈现出来的，所以他的整个预备的当中，没有任何的一点的恐惧跟害怕。所以这位医生呢，在这个医生的在宿舍的病房的里面呢，他觉得他从来处理这么多的这个人要面对处死死刑案呢，未曾像潘火华牧师一样跪下来，这个望着天，喊耶稣的名，他就离开这世界。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所以我们就看见这个真理，千古不改变的真理，会让我们深深的体会到，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担负了所有的苦难，人类所遭遇的苦难。耶稣说，没有到流血为止。我们能数算出来的，或者列出来的所有人的最大的苦难，耶稣已经为我们担当了。所以今天路加福音的里面，在这段的里面呢，谈到呢，两件大的事情。这两件事呢，都是发生在前往多罗地的途中的事件。哪两件事情呢？第一个就是古利奈人西门，他被抓，把十字架搁在他的身上。第二个呢，是耶稣对悲伤的耶路撒冷的妇女的回应。那在这个世界上，谁能担当耶稣的十字架？没有，没有任何的一个人能够担当耶稣基督的十字架。而且圣经所提到的这个人，西门从古利奈来的这位弟兄，他却面对了，是他自己意愿的吗？也不是，是偶然的吗？也许我们看起来人认为这个是一个偶然的，但是呢，这个也不是偶然的。原本呢，他不是本国以色列耶路撒冷住在耶路撒冷的人啊，但是呢，他是外地的人。相反，他又朝着这个耶稣被捉拿，要在这个往多罗地的路程呢，他的路是相反的。他也不是刻意要凑热闹，要看热闹。所以呢，古利奈的西门呢，他走的方向呢是相反前进的人。他要去的地方不是耶路撒冷，也不是多罗地。但是呢，很不幸的，就像圣经里面所说的，他却呢面对一个很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在他生命的里面了。所以这个无辜的旁观者，我相信他已经面对这个事实的时候呢，他没有办法做任何的选择。那么他朝着相反的方向前进的时候，其实呢，耶稣已经经过了耶稣，很多的人很热闹的在那边，有不同的声音，很多的杂音，有哭喊的声音，有哀嚎的声音，甚至有人嘲笑的声音掺杂在里头。那么这个非常陌生的旁观者的这个西门呢，却面对这个怎么样？面对这个要背负耶稣的十字架。为什么要背负耶稣的十字架呢？因为耶稣的十字架不是一般的十字架，实木的十字架啊。那么多罗地的这个路行呢，是爬坡道的爬坡的。那我们在做一些分析跟研究的时候，那十字架的重量，那要背的时候，往上爬坡的时候呢，它也往上走的时候呢，它重量是加增的。那么兵丁呢，罗马兵丁呢，从后面拿着鞭子鞭他的身体，每一次鞭他的身体的时候，带着荆棘的，一鞭下去，他的皮跟肉跟着拔上来。所以他承受这样的一个苦难，到他实在是无法在第8站的时候呢，他无法承受了，他整个崩溃倒地，伏在地上，他也爬不起来了。在他人性的有血有肉的光景之下呢，他面对这样的残酷，那这个是罗马兵丁、罗马统治者呢，对死刑的触犯者呢，是一个非常残酷的一个行为。所以耶稣面对这样的痛苦的患难的当中，他爬不起来，那么无意中呢，就抓了一个人，
抓了谁？就是呢，从非洲古利内的城市是谁所建立的呢？是希腊的一个希腊人所建立的，做这个名字叫做古利内，他就处在这个地方，生活在的地方，他往这个另外的地方去，却呢，在这个事件的里面，罗马兵丁把他抓过来，代替了耶稣的十字架，所以整本的圣经，整个教会的历史，没有一个人呢能背负耶稣的十字架，也不可能。所以耶稣只说呢，往后头看的时候呢，你们要背起谁的十字架？你们自己的十字架。但是呢，从来没有人能够背耶稣的十字架。但是在这样的一个多罗地的一个事件的里面，要往多罗地的路上，在第8站的时候呢，却唯一在世界上背耶稣的十字架的古利奈人，他是怎么样的人？他是一个非常非常平凡的人，但是却呢，他是信了主之后，他非常的虔诚，包括他的2个儿子，利善大跟另外的儿子，成为一个非常有影响力的一个神所用的一个使女。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耶稣到底是被钉在十字架而死，还是他自己死的？还是自己死的？等一下我们会一一的来分析这个问题。所以今天我们的主题：耶稣的受苦、耶稣的受难跟他的死。所以到底十字架有多重？十字架有多重？它是好还是坏的？在以色列耶路撒冷，有千千万万的人的这个犯罪的人，他们都面对这个十字架的死刑。十字架呢，是罗马的政府所用的死刑的一个工具，让他们在十字架上呢是受羞辱的，让他们在十字架上呢是慢慢的死的。所以十字架多重，是好还是坏的？只要罗马的政府他们觉得这样，他们觉得这些人呢必须要被处死，他们判断之后呢，审判之后呢，他们就把他送到这个死刑场的里面用十字架。当然那时候呢有不同的十字架，安德烈呢是用叉形的十字架，有的人是一根柱子的十字架，耶稣呢是用有十字架的一个横根这个直行的一个十字架。那么安德烈要死的时候呢，他是用叉形的。那这个叉形的十字架呢，是他的双手双脚把它撑开之后呢，把它往左右拉开的，让他的身体撕裂的。但是到最后的一刻，他还没有断气的时候呢，他看下面的人嘲笑他的时候呢，他仍然的呢为这些人不明白救恩的奥秘的人呢，求主赦免，也传福音给他们。这就是安德烈最后的殉道。那么西门古利奈，全世界唯一是背主十字架的人。当然，他所背的十字架跟耶稣所要成就的十字架呢，是显然不一样的。但是呢，他深深的体会到，刚才问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耶稣的死是因为被钉在十字架而死，还是他自己死了？在我们研究耶稣的死亡的时候，在基督论非常的重要这个点。在一般的罗马触犯死刑钉在十字架上，一般最少需要48个小时，让他的手脚被铁钉扎下去之后呢，他的血呢从他的细缝呢慢慢的流出来。耶稣被鞭伤之后，他的皮肉被拔起来，然后呢带着这个荆棘的冠冕，然后呢用粗粗的铁钉把他的双掌钉在十字架上，还有他的双脚把它直起来，用铁钉把它钉上，让他的血液呢从那个铁钉的细缝子里面呢一滴一滴的流下来，让每一滴流下来的时候呢，会承受那种随着他呼吸心跳那种苦经历那种苦难那种痛苦。所以身心里的煎熬跟痛苦，他都在这样的一个
触犯死刑的时候，十字架的一个整个处死的一个过程。那按照研究，这样的死刑的方式呢，需要最少48个小时，2天，甚至呢会超过48个小时，甚至50个小时。不是现在的这个安乐死啊，现在的这个死刑犯呢，用安乐死，让用一个针打下去，过不久他就昏迷就离开了，他心脏停掉。我的朋友傅大人，刚好那个礼拜一人之家请我去讲道，刚好遇到他，也没有不一而也啊。傅大人是我们台湾这个运动广播非常有名的人，然后一人之家请我去讲道，我不知道他那个礼拜他要来。他们那边的这个长老跟我讲，等一下傅大人弟兄要来，那人很好，他就在下面听我讲道，跟他的孩子。原来呢，我讲完道之后，他说呢，能不能给他几分钟，他要分享。原来那时候呢，他是要跟一人之家的所有的弟兄姊妹，因为他在一人之家聚会要告别要道别，因为他要往西方去安乐死。大家有听过这个故事吗？所以呢，长老很多的弟兄姊妹都在那边哭了一场，就不要这样做。但是他心已定他也鼓吹这个安乐死。当然，这个还有一些不同的情境神学跟基督教神学不同的立场但是在西方的国家呢，有的他们是赞成的在那个最后呢，你们看那个 YouTube 的时候呢，会觉得很舍不得对，喝了一杯水之后呢，他喊了几声呢，他慢慢就睡在他的儿子的怀中，就离开人间。对，但是耶稣那个在罗马帝国的治政的时候呢，处死死刑犯并不是这样子的，他是刻意设计的，而且是一个羞耻。所以难怪耶稣在这个约翰福音第6章，很多人几万人跟着耶稣要进到耶路撒冷的时候，跟他们说：“你们要跟随我，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一大群的人离开了，因为十字架那时候是死亡的记号，是羞辱的记号，所以没有人敢跟下去进到耶路撒冷。所以耶稣被钉十字架，他钉在十字架上。一般的过程的里面需要2天2夜，甚至超过，让死得很难堪。但是耶稣并不是48个小时他断气，乃是他6个小时就完成整个断气了。但是还不打紧，他断气的时刻里面呢，十架七言天崩地裂，殿内的里面的这个内幔呢，这个幔布呢，整个裂开。所以所有的罗马兵丁看见的时候，如果早知道，我们何敢这样做？何敢这样做？所以显然，耶稣基督的死没有任何的功劳，包括最后为了散射2银子的犹大，包括这些罗马兵丁没有任何的功劳，乃是他的死在旧约先行的耶稣基督，先出的耶稣基督已经被预言道成肉身，要为了世人的罪恶，要代替世人的罪恶。所以耶稣的死是成为世人的代罪羔羊。所以最后一口气的时候，他说成了，完成了整个这救恩。这些人所做的，这是为了什么？为了他们地上的权利，为了他们在地上的权柄，巩固他们的军队的势力，还有他们的在地上的这个社会的势力，而不是耶稣的死跟他们有什么功劳。甚至有很多的宗教领袖的人士，包括在的里面，跟他们同伙出卖耶稣，把耶稣送到十字架上，以为整个事情就结束，不是的。所以耶稣往多罗地的路程的当中，有一大群人，在这几节的经文里面谈到，有一些妇女哀嚎
哀悼这些女人。这些人呢，是为了芭芭拉的这个犯人而哭呢？对耶稣左右的两边的人哀哭呢，还是为耶稣哀哭？我想，如果为了那个强盗哀哭呢，也许他的家人、他身边的亲人，他的强盗是杀人犯吗？是偷窃吗？是怎么样的罪恶？他需要送到十字架上，他们没有机会去辩驳、去申诉，所以整个以色列耶路撒冷城呢，充满诡异的气氛。但是却呢，他们重要的前面的逾越节的里面，他们是宰羊、宰牛，要献祭，要求济穷人，哀哭。但耶稣转身看到这些妇女的时候，就跟他们说，耶稣对他们的回应，所以呢，耶路撒冷大多数的人庆祝他的死亡，因为他们知道耶稣是为了公义、为了怜悯、为了慈爱，而没有犯任何的罪。前面几周我们谈了耶稣比拉多受审的时候呢，发现他没有任何的罪，所以他晚年住在山上下大雪的时候，忽然间他醒过来了，他往前冲，他拿一堆的血当作水，不断的洗手。他说：“这个人的死跟我无罪，跟我无关。但是如果没有比拉多批准，也许可能这个事件呢也不会产生，是吧？但是我们回头看，所以整个的过程的里面呢，比拉多也好，罗马的政府也好，还有这些兵丁也好，还有这些宗教领袖也好，他们的残酷只是为了他们自己的势力，所以上帝从来不会把有罪的当作无罪。刚才谈到潘霍华死之后，在第3周3个礼拜之后，辛德勒也就死了，整个改变整个德国的历史。所以相对的，当耶稣被处死的时候呢，整个罗马兵丁、罗马政府几万字的十字架处死许多的死刑人，到耶稣的死刑之后呢，从来就没有用十字架经过死刑了。所以整个罗马帝国的糜烂，正确的糜烂，包括这个淫乱的罪孽等等，整个罗马帝国的政府就崩盘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些妇女，她们呢哀嚎哀哭，耶稣是转向他们，为这些妇女哀悼的妇女说什么？你们不要为我哭，乃是呢要为你们的孩子，为你们的家人，为你们四周遭的人哀哭。这个又是什么意思呢？耶稣告诉这些女人是什么意思？所以呢，今天的经文的里面，从27节开始，许多人跟着他，包含为他哀悼和哀哭的女人。耶稣转身对他们说：“耶路撒冷的女子，不要为我哭泣，为自己和孩子哭泣。那时候他们会说，贫穷的妇女，从未生过的，等等等等。”耶稣特别的提醒他们，就是要告诉他们，你为我哭没有用处的。但是呢，这边的含义的里面提到呢，其实整个可怕的悲剧要来临了。这个可怕的悲剧就谈到这些军队，包括这些宗教的领袖，他们这些有权有势的人呢，对耶稣的、对人类的残酷的迫害是加深的。所以当中谈到栗树和这甘树到底当中有什么差别？耶路撒冷的这个历史
是他的上帝的存在。所以呢，历史的意思就是说，有上帝同在的以色列的百姓，耶路撒冷城是上帝的圣城，只有上帝的同在的城市的里面，是显然平安的，显然是有神的同在的。但是呢，这个平安呢，藏起来了，被不管这些有钱有势的军队、宗教人士，把这些焦点移转了，甚至藏起来了。这些平安没有临到的你们，而耶稣用这个历史来代表，是神拣选的你们。这个肯耶路撒冷是神所喜爱的。我上一讲谈到耶稣在山顶上看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呢，他哭泣，也成就了怎么样？今天我们看见，当耶稣说要为你的孩子而哭，为这个城市而哭的时候，确实要被摧毁了，要面对一个很可怕的悲剧。所以他的甘肃一谈到这里甘肃的意思，就是上帝即将窃息在以色列人的百姓的当中，上帝有窃息在耶路撒冷城整体的以色列的百姓。亲爱的弟兄姊妹，一个神的儿女，属神的儿女，有神的同在，我们什么都不怕。有神的同在，我们到何处何地，我们心里面都有出人意外的平安，都有切实很踏实的平安。但是没有神的同在，神在我们生命中窃喜的，心中呢就有很多的恐惧跟害怕。是的，亲爱的弟兄姊妹，神也借着母亲，从孩子在成长过程中非常重要的平安。妈妈在父母在孩子的成长的当中，是孩子最觉得有安稳的。所以，当以色列的百姓，他们知道他们是绿色，耶路撒冷是绿色的，主用这个比喻来形容神对以色列人的百姓，但是却极少数的人领受。这群妇女紧紧的跟随耶稣，甚至到不可靠近的地方，他们被钉十字架，他们仍旧的靠近耶稣，要被钉在十字架那时刻，等到最后一刻，试着把他送到坟墓的里面，耶稣的紧紧的跟随。但是我们看见大多数的人，所以杀死耶稣的，所以呢对耶稣残酷的这样的行为的，而不是什么？而不是这些强盗，而不是呢这些一般的平民的老百姓，也不是呢这些在社会里面不被纪念的人，但是呢这些有名有望的人，这些在地上有钱有势的人。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些妇女哀哭，耶稣说：“不要为我哭，那是为了你的孩子而哭。”所以呢，我们从这里给我们很深的体会，十字架与人子。这边这几节的经文里面，大部分分析到的时候，谈到有关于呢十字架跟人子耶稣基督连在一起，所以也谈到这个，也谈到人类的残酷而上帝的慈爱。十字架的代表性呢，是一个非常残酷的、羞辱的，但是人子呢，耶稣基督是一个慈爱的。所以我们看见，第一个是上帝对人类的慈爱与善良，从来没有改变过。人怎么样的对他残酷的行为，他闭口无言，甚至到最后释迦那时刻的里面，释迦七夜的当中呢，看着他们的时候呢，充满高度的怜悯，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并不知道。那第一个呢，是人类的残忍。表面上说
我们强大我们的武器，为了什么？为了我们维护全世界的世系。但是弟兄姊妹，我们看见这军火还未曾停过，特别在中东未曾停过。耶稣在十字架上断气之后，他被送到坟墓的里面，然后第3天从这里复活。这个十字架变成改变这个盼望的记号，饶恕的记号，而不再是恐惧害怕。所以十字架人子，所以感谢上帝。十字架是什么意思呢？十字架是上帝是上帝最不公义的义。阿们吗，弟兄姊妹？十字架是上帝最不公义的义。当看到这个十字架的时候，弟兄姊妹，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他们的不公义，他们达成了，但是却成就了基督的义。所以，上帝是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有罪，好叫我们在他的里面成为上帝的义。这个十字架的义整个改变。所以呢，现在呢，中国政府很害怕看到这十字架，是吧？听说呢，已经有4000多间的教会在中国大陆的十字架全部已经被拆了。我一个朋友啊，他是在温州一位老长老。这老长老呢，前年的时候来拜访我们。那前年呢，我也到过温州去培训。大家记得2015年啊，在中国发生一件很大的事情，可能大家都忘记了啊。2015年正好整个浙江温州的十字架都要被拆，啊，很强制的拆。所以你现在如果大家到温州市，你看啊，很多的大的礼拜堂会看到十字架。但是我去的这间教会很特别，那长老就跟这个公安说，如果你们要拆这个十字架上，他会先提醒这些公安，会出人命的。我听了我也害怕，难道要打架了吗？要跟他们抗争到底吗？他一面讲一面这个眼眶红了。这老长老啊，快70岁的老长老，他说不是，如果你们可以来清清楚楚调查我们的教会，如果你们发现我们所教导的、我们所讲的有什么违反国家的命令，有做什么不合法的，这个十字架就让你拆。不单十字架让你拆，整个教会有6层楼，整个教会你都可以拆。但是呢，如果没有的话，还要再3次，你们要拆这十字架。所以呢，那个非常紧张那个气氛啊，所以教会有超过1000人，他们每一天都是在教会里面，有空的没有上班的，上班有休息的，都在教会里面一起祷告，一起祷告。就在2015年8月的时候，12号，公安他不会跟你妥协的，人就的吊车什么都已经到他的教会门口了，他们人在那边呢跪下来祷告。跪下来祷告。发生什么事？8月12号，天津发生大爆炸，还记得吗？大家，工厂大爆炸，整个中国是一个很大的新闻。所以呢，是将温州的十字架最后的一间这个教会的十字架呢，就没有被拆，整个公安调度，整个转移到天津去了。所以现在2019年已经过了4年。那个教会的十字架呢，还立在那个地方。如果你们到温州的话，西山教会啊，西山教会就那个十字架还立在那边，大大的，晚上打的灯。弟兄姊妹，我还要讲的，弟兄姊妹，不是这个长老很厉害，不是这个教会很厉害，但是呢，有些人看到这个十字架害怕的时候呢，因为它里面有公义、有怜悯、有救赎、有饶恕。
神仍旧的把这个丑陋、人害怕的看见的十字架、死刑的刑具，变成了一个有盼望的地方。亲爱的弟兄姊妹，历史是上帝的显明。我们以前是怎么样黑色的？神不但把我们转化成为生命的，甚至他把我们预备给我们的永恒的冠冕在那里了。所以保罗说：“我一切都不计较了，因为呢，神的冠冕已经等着我在那地方。”阿门。已经等着我在那边。所以十字架是最不公义的义，在基督的里面已经完成了。所以耶稣为这个耶路撒冷祈祷，为这个神的百姓来祷告。神也为我们属神的儿女为我们祷告，在罗马书里面提到。而且呢，借着圣灵的叹息，为他的儿女祷告。我们暂时所受的苦算不了什么，算不了什么。耶稣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从这里我们看见他对我们的爱永不更改，永不更改。所以我们看见，首先我发现士兵的残忍背后的庞大的势力，他们通过这个塑造分割他的衣服，然后呢，他们嬉笑在那边，他们称他们是这个犹太人的王，上帝的儿子，这些都是怎么样嘲笑的一个态度跟行为。他们嘲笑耶稣，给他们供葡萄酒葡萄的酒醋。这个酒醋呢，在王室的里面，在那时候该撒王室的里面，他们大庆祝大喜庆的时候呢，他们喝的那个什么酒酿过的酒醋会养生呢。但是耶稣那时候在十字架，给他喝那个葡萄酒醋，是酒醋的渣，而掺一种东西非常苦的地方，非常苦的味道，苦到的那个不得了。我们小的时候呢，那吃中药不是像现在现在这个中药呢，有那个胶囊的或者药粉，放一点这个热水呢，喝下去就 OK 了。那时候呢，这个中药要用熬的，要煎的，到它熟的时候呢，越苦呢，我慢慢说呢，这越苦越饱越好，越苦越好。对，越苦呢显出它的怎么样，它的这个药的一个功效耶稣那时候这些兵丁嘲笑他，用着葡萄酒榨，而且呢，把一些掺杂的东西让他尝到那个苦的那个痛苦被十字架钉已经够苦了，但是耶稣就面对这些，然后把他衣服，然后做一些奇怪的一些行为来羞辱你不是这个犹太人的王吗？你倒可以下来吧。你说耶稣能不能下来？能不能下来？我相信可以的，因为他是上帝道成肉身，他可以一下令千万的天使天亲呢下来，把这些人通通都杀死了。我们回来看罗马的兵丁，这些宗教领袖、拉比、文士，他们的目的也不是这样子吗？他们愚昧的行为，为了自私自利的行为，他们用各尽各样的方式呢，让来阻挡。其实呢，耶稣基督他们阻挡不了。他的救恩，包括他成为世人的代罪羔羊，以及在旧约的整个救恩的蓝图的进程，已经完全预备好了。预备好了。所以感谢上帝。另外我们看见人民的这些旁观者，他们开始议论，他不是犹太人的君王吗？他不是行了很多的神迹吗？还有这些宗教领袖也一样的极度的残忍，
虽然他们没有武器，但是他们煽动这些以色列人，煽动了耶路撒冷的百姓，因为他们就是宗教的领袖，让在那边呢捣乱。上周的耶稣的受难期的当中，第二天他们逾越节进到耶路撒冷，他们的欢喜快乐。但是呢，这些宗教领袖、拉比、文士，跟着罗马的政府已经勾结了，要来一场呢大屠杀，大屠杀。他们在杀鸡杀牛，要献祭，要过逾越节、过年了。他们开始在里面呢，也做了一些呢，要把耶稣呢送到宰他，要来宰他，送到十字架。当中呢，在马蜂病人的家中呢，有一个女人啊，她是玛利亚，她把玉瓶拿香膏打破了，灌在耶稣的头上。周边的这些人呢，看见这宗教领袖看见的时候，何苦这么浪费？何不把这30两银子变卖来救济穷人？都好啊，看起来好像很不错啊。30两银子可以维生多少的时间？一般的百姓的工资要1年多才有30两银子。如果救济穷人的话，可以有多少的人可以吃饱温饱？啊，他们有很多很多的论述啊。那就耶稣说：“你们要救济穷人，时间多的是，但是让他去做吧。”但他们心里面根本不是这样讲。对，因为在那时候逾越节啊，2天要逾越节过年了，他们大宰杀，有的呢要给穷人啊，有的呢要去救济穷人啊，要救济穷人。伊斯兰教跟犹太人有一点类似，要过节的时候呢，他们要施德嘎，施德嘎就是呢要救济穷人，是他们的什么？他们的敬虔之意。就现在台湾有些宗教也这样做啊，救济穷人是他们的敬虔之意。但是呢，主说什么？行善不可伤者，行善不可伤者，而不是你在宗教的一个表面做给人看。你宰了牛，宰了羊，啊，因为呢有很多的乞丐就排队在怎么样清真寺的前面，排队在犹太会馆的前面，要等这个怎么样？等这些施德嘎，这些筹集给他们。耶稣说：“随着他吧，把那个一饼拿大香膏打破，灌在头上。”那什么意思啊？这女人在浪费吗？不是。这个呢，跟基督联合在一起。所以呢，保罗说：“现在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活在我的里面，活在我的里面。”所以耶稣的死，耶稣的受难，耶稣的死，没有任何的人的功劳，而是呢完成他对我们的怜悯跟慈爱跟救恩。感谢上帝！因为准备这张图片我很喜欢啊，但是他不怎么有名啊。这个林布兰，16世纪的，我认为呢，他跟这个麦克安杰罗有相当啊。他也画了很多很多这个油画，特别宗教的油画，比方说这浪子回头也是他画的，啊，他非常奇特的，在16世纪的一位画家，画了很多很多，特别人像画得非常非常的棒，特别你看，你注意他的光灯，但这张照片呢很特别，你们有发现这个林布兰在里面？有没有？有没有看到林布兰在里面？有没有看到他在里面？他是哪个？他打扮成怎么样？穿了什么高的帽子啊？然后手上拿这个什么刀，对吧？啊，然后旁边是谁？是耶稣，还有很多他的门徒，很多人在那边拿着刀啊。他画这个画到最后呢，他也把他自己画在了里面啊。画在里面，谈到了彼得否定耶稣，但是起先他说什么？
这个图画的这个主题呢，否定耶稣啊 ，Denial of Saint Peter， 否定耶稣。彼得说，任何人呢都可以怎么样？都可以离开你，但是呢，我呢会把你保护到底。然后呢，我随时都带刀。如果有人敢靠近你，敢捉拿你，我就拔刀，把他们耳朵切掉，甚至呢把他们杀死。耶稣说：“你把你的刀收回去，用到的要死在哪里？死在刀上。”之后呢，耶稣提醒彼得，当鸡还没叫着天亮叫的时候，你要注意，你会否认我？他说不可能，不可能。但是呢，确实，耶稣在最那个紧张的时候，有一些妇女认识出，那些街头的人认出他，哎，你的口音跟耶稣一样，加利利人的口音，你也是他的门徒。说我不是，我不是，我不是。弟兄姊妹，被认出来了，他不敢承认，在面对生死的苦难之中，什么都敢否认了。之后呢，耶稣已经被拖在那个多罗地要预备处死的那个地方，他就越闪越远，然后躲到一个建筑物的墙壁的后面，偷偷的看耶稣。耶稣呢，转一个头也看着他，眼对眼。来电了吗？不是，他崩溃了，他崩溃了。主啊，你对我的慈爱从来没有改变过。我曾经怀疑过，怎么可能在水深之处这个时辰有鱼能够捞到鱼？你对我太好，你把了生命都给我了，你也提醒我了，我就不相信。之后确实他否认耶稣，崩溃了。亲爱的弟兄姊妹，在这个疫苦期中，我们不断的需要求圣灵帮助我们。从我们看见今天的经文里面，他们拒绝了耶稣基督，就像他们自己所称的那样，他是犹太人君王弥赛亚上帝的儿子。他们拒绝了耶稣，就像他们所宣称的那样。是的，他们嘲笑他是上帝的儿子，犹太人君王，是弥赛亚，确实他就是了。阿们，弟兄姊妹，就是了。求主帮助我们，在耶稣的最后的一苦期的里面，让我们更多的来到神面前，安静自己，求主清察我们。我们远离这些罗马执政的行为，要远离这兵丁的行为，要远离这个彼得会软弱的可能，因为我们愿意谦卑下来，在主的面前。愿主与我们同在，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让我们有几秒钟在主的面前，求圣灵来光照、省察我们。虽然这条又窄又难的路，但是却看见神的冠冕等候着我们在那里。我们都预备好了。每当有试炼难出来的时候，我们向主说：“主啊，我这何等软弱的人，我分分秒秒需要你。当没有基督在我们的里面的时候，我们也许会
像这群哀嚎的妇女的情绪一样同情了耶稣。也许我们像彼得一样，我们认为我们不会，但是主啊，我们知道我们的这些的有限，我们需要你来掌管我们心思意念，让我们所思所行所想都按照你旨意而行。谢谢主，在主最后的受难的这一周的里面，让我们重新整理我们自己跟你的关系，让我们重新得力。谢谢主，我们将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